修道这条路，人人拢会同关心，互相来照顾。咱着多日行向修道这条路，虽然免受，也是会难过。唔通因为大错大错，有缘因为后改过。唔通因为自我决定结果，对上目了。继续第二段来，盼望多年行着，要家己轻松，无要行艰苦。盼望多年行向修道这条路，只要专心苦修，必定得乐。通以为无人爱护，自保自提，袂失真好。唔通以为道理太深歹照顾，自比自下对乐意做。来第三段，看到天堂，行在修道的路上，有时快乐欢喜，有也有点秋凉。看到天师行在修道的路上，有时一帆风顺，有时咧难过。天师唔通心怀退缩，真心唔是感激路途。天师唔通心两意看无路，着爱想开唔惊艰苦。好，谢谢咱各位选一选吼。咱道歌的内容啊，咱有先来看一下啦吼。这条歌呢是由着咱的志工老师，甲着咱的兰子先锋因两位先父帮咱录这条歌啦吼。那当然伫内底充满着咱志工老师，还有咱先锋面对咱的家公家期待啦吼。才个人讲。看到咱遮道理的手吼，向修道这条路来行。志工老师诶，希望咱全部的道理啊，拢会当感心。所以讲，咱点开了一句话啊，叫做“不是一家人，不入一家门”。啊，其实咧，咱伫咧历史内，大家拢有重视即份的因缘，所以咱今日来当做伙伫遮不断做伙坐即条。北荣三体的这条方舟吼，所以讲大家都是有缘的人，啊，既然的有缘呢，大家当然爱修互伊良心，啊，伫修道路诶会当互相来照顾，吼。但是这个老师嘛甲咱讲哦，并是咱伫来参与修道就甲咱保证平安无事哦，因为咱拢知影，只要咱每一个道理来求道。咱这个老师咧，就拢将咱的一寡因缘，搁无先派入伊的身躯，吼，理解着咱过往的一寡业主啊、功德主啊，心解谈谈，然后咧，给机会，互咱去成功立德，慢慢咧，较会当互咱将这个功德献互伊，即个功德主，吼，所以讲这个老师人讲咧啊，修到这条路咧，难免若有受风。嘛会压着雨，所以讲伊希望咱毋通退缩吼，毋通互遮虚华假景前途甲咱误去。咱的负责人拢出主笔啊，伫咧甲咱讲天公景的时阵，伊就甲咱讲，凡有所想，皆是希望吼。那咱的英语讲师嘛是安讲啊，足清楚啊。其实咱尽快对，这伫咧有一点的时阵，这拢毋是咱的。那唯有咧，咱家己的灵魂本性，咱的佛性，家己好好去把握当下，好好去成功立德吼。那这开始咱一个上根本的方法啦。那第二点，
盼望道理行着修道即条路。哦，所以讲老师甲咱讲哦，敢若毋通一直敢若想要轻松快乐。其实呢，如果咱只是追求外口一寡物欲，伫遮受到遮个贪嗔痴爱所甲咱牵住的，那么咧，咱即条修行的路，就无法度完完全全去家行咯。所以讲，老师啊，甲咱讲，教咱毋通认为讲，老师的道理遮尔济，无人甲咱接落。其实呢，只要咱心若有仙佛菩萨伫的，咱仙佛菩萨无时不刻拢伫咱身边咧，甲咱保护。所以讲，老师咱讲啊，教咱毋通自暴自弃，袂失着真我，吼。所以讲，所有的道理咧，拢是老师的心内底吧。咱各位浅显有做过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，咱大拢知啊，救出来，手背嘛是肉。手心嘛是肉，所以其实咱遮的道理，咱这个老师的目睭款，都是一块内心的宝。那咱遮的宝咧，毋通家己去放弃，因为咧，要安怎互你会当认真完成这条路，完全爱靠咱家己吼。哦，遮所以老师咱讲啊，绝对毋能自卑自叹，他来赌的原则。好，第三段，看到现实。或许吼，会感觉啦吼，可能第一段、第二段拢是咱济公老师讲的，因为一直在讲现道，第三段的话，咱看出清楚，一直是咱亲现实哦。所以讲，既然亲现实的话呢，就是咱的老师傅会甲咱鼓励啦吼。伊咱讲，看到现实行伫修道的路上，有时快乐欢喜，有当时咧。买点受用吼，所以讲咱人生这条路啊，无可能讲非常的平顺啦吼。但是呢，重点就是拄着遮个逆境啊，咱所讲的，其实遮个逆境就是咱以后修行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基础啦吼。所以讲遮啊好学的，依着咱济公老师甲咱讲的哦，伊讲咱拥有的就是家己。所以爱好好的善用咱家己的身躯，用着咱的信念来好好做自己应该做的代志。那当然咧，咱今仔应该做就是爱收起着咱遮无好的脾气、无好的毛病，因为咧，遮也就是咱一世人所必须爱做的一个必经的路途啦吼。那到后壁遮咧，咱的神农跟咱讲哦。现实